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彰化是发生一件恐怖的车祸。有一对80多岁老翁婆，昨下晡伫个江水路行这个斑马线要过大路，互一台倒弯的客运撞到，煞来阁互车轮交过。救护员赶到场，发现老先生的头骨已经变形，已经明显死亡。啊，老太太的正脚互车搞断去，开刀了后，目前搁伫个加护病房。讲这对老翁婆当时是去找后生。啊，后生无伫咧，想袂到下日咧要转去的半路发生着意外。啊，司机是讲，伊要倒弯的时阵，根本就无看到这对老翁婆。阿公阿嬷手牵手为斑马线要过大路，毋过要转弯的客运司机敢若无看到两个人，两个路发现车变化行甲真紧，毋过嘛是叫撞到，搁互搞过。好，最后稍后回报。时间上班。救护车赶到现场，两个翁仔某拢倒伫咧客运的车尾，随间做急救。毋过83岁老先生头壳骨变形，已经无开；80岁阿嬷嘛伤甲真吃力。右腿的膝盖以下有断肢，然后左腿小腿处有开放性骨折，后脑勺部分有撕裂伤。即摆阿嬷搁伫咧加护病房观察，阿人发生事故的地点是伫咧彰化溪湖。当时这对老翁仔某要去找后生，结果对方无伫咧，两个人就脱过药，牵手要转去，煞伫咧过大路的时，去客运撞到。意外发生后，司机心情真歹，嘛真紧张，毋知影变怎才好。经来看得到啊，后来就伫对面啊，对面遐开来。是司机推的啦，司机我要等去雇厝就对啊。嘿啦。伊就去看囡仔嘛。啊，若事故关心，警察讲驾驶无啉酒，嘛毋是因为下跳去查的时线。对象要礼让他啊，他把注意力放在对象的那个自小客车啊，他急着要转弯啊，未注意到那个杜姓夫妻。虽然驾驶讲是无注意到，毋过弄到斑马线行程责任真大，客运公司遂出面回释咧。表达本公司的歉意及深深的慰问之意。客运公司讲已经派人慰问家属，车辆都有照规定伫咧投保，卖依照规定赔偿家属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